要吗？哦对。这边突然变得很冲突。这样好像那个陈建年。陈建年怎么弹啊？忘了。纪念歌。好，我来唱这首《西域的夫人》。它其实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很古老的祭典，已经将近快20年没有举办的时候，后来老人家用他们所剩下的记得的一些事情来唱。其实中间有很多矛盾，因为我们都信基督天主了，祈雨其实是向原来阿美族的天神祈求下雨这件事情。再来这首歌，因为它有禁忌，所以也没得机会唱，所以记得老人家记得这首歌老人家很少了。但我写这首歌不是那首传统歌，是我也知道那些歌我也没办法唱，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去唱，所以我用一种意象，然后用这些我没办法用语言表达的这些事情，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创作了这首歌，也是从头到尾火黑呀火一样的一首歌，是当做原住民的 R&B 了。还有这首歌《西域的夫人》。No